我有一个新的发现。啊？你怎么了？所以你说的新发现是什么？在那儿。你动它干嘛？其实苏恒的案件到现在只剩下2个疑点，一呢就是门，他为什么一定要出去？第二，就是他为什么要在地上放这些塔罗牌？所以在这里能找到答案吗？试试看。怎么回事啊？开始降温啊！降温？只是降温就可以了吗？还需要再等等。我以前一直在想，为什么苏恒一定要从这个房间跑出去？那你想出来了吗？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让苏恒害怕，让他觉得这个房间不安全。因为房间里面太害怕了，所以才会想都不想就往外跑。真聪明。还有呢，就是这个塔罗牌，一看就是被凶手调过包的，每一张都是死神。我想凶手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苏恒在给自己占卜的时候看到这些死神感到害怕，而苏恒呢，摆这些塔罗牌阵，可能就是为了安抚自己的心情吧。所以苏苏姐当时到底经历了什么？应该很快就知道了。这是感温变色颜料，是只有在特定的温度下才会显现出颜色的颜料，通常被用在装饰物上。早安。所以我觉得凶手应该是事先对空调做了手脚，然后在室外控制室内的温度，到了晚上便开始降温。我想任何一个人晚上在房间看到这样的场景，应该都会害怕，甚至崩溃吧。试想一下，换做任何一个人，连续3天都发生这样的事情，精神不出问题才怪。说不定连你都会。哎，早安。早安。别看了，很没用。你说他一个人躲到房间里去了？意识空间很模糊，刚才在他小时候的一个房间，我怎么叫他，他都不出来。那这怎么办啊？强行把他拽出来。不行。那就只能是帮他把问题解决了。这些炸弹后来被挪到哪儿去了？据说被拿到海上去引爆了，海浪炸起3米高。
按说这个炸弹跟林书瑶身上是一样的，应该是一致的，要不然救护车也不可能被炸了。那你来这儿做什么？东西已经全被清空了。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关于炸弹的线索嘛。如果能找到炸弹的来源，凶手的名字我就知道一半。炸弹的线索怎么找？一般只要不是家里自制的炸弹，都会有固定的设计模式，在主要的部件上也能找到它们的型号和编码。一个炸弹有这么多体系？孩子，你不懂得多着呢。那可是你要查出型号跟编码，得先有个炸弹才行啊。你，哎，你什么时候藏了一个炸弹？拆弹之后，警察来之前。可是，这……放心吧，没有启动器，它应该爆炸不了。应该？我的意思是说，爆炸概率低于30%。30%，1%也不行啊！可是你要找线索，我就要把它拆开。如果我要把它拆开，你就要把它给抱回去。凭什么我抱？因为我负责拆啊。你要是想换，我也没意见。那算了。哎，那个是什么？这不是我藏的。信号屏蔽仪？好像是，但哪里又不太一样。我说那天来仓库手机没有信号。拿回去一起看看。哎，这个不能放早安家，我家也不行。那放哪儿？我去拿工具。哎，不许你做任何伤害我女神的事情，还有不许你做任何危险的事情，明白吗？明白。哎，你要了。这个算了，没爆炸就行。现在我们从源头上解决问题。我能帮上什么吗？你买保险了吗？我不记得我哥有没有给我买。那你回家吧。啊？这个会把我炸死吗？不是你，是我们。哎，你真的能靠拆炸弹找到它的根源在哪儿吗？虽然只是根据我的推测，但我觉得这应该不是用家用成分自制的，而且这个晶体管开起来价格不菲，应该是可以追根溯源的专业用品。那到底是谁会给他这个东西？你不是说他有个帮手吗？邱子明。怎么了？我只是觉得，以邱子明的格斗技巧，并不像一个普通的跟班。你觉得林书瑶的死和他有关系吗？他俩不可能没有关系。我甚至认为邱子明才是那个最危险的人。你要从他查起。但是从目前来看，和邱子明唯一有关联的人也只有林书瑶了。如果我们能有他们互相联系的细节的话，应该能有不少线索。他们两个，一个偶像明星，一个电路工人，怎么会有联系啊？你不能这么想。如果让我去选一个能为付小静去死的人，我会从他的狂热粉丝中筛选。狂热粉丝？这个你就问对人了。贴吧、微博、官方论坛，狂热粉肯定天天在这种地方刷帖。那具体都有谁？你能查到吗？这个嘛，我不太清楚，我又不粉团。不过，我能帮你按论坛发帖量查查看。这么多人，付小静之前红得太厉害，论坛前100名有50位是她的。那有没有对付小静的死亡提出质疑的，或者是那种
发帖特别积极的人。一个一个去问怎么样？会不会人太多了？效率肯定不快，但有用不是？如果你能弄到他的 IP 地址，我肯定能更快。家庭地址也行。家庭地址？嗯。我有办法了。啊？我可以替你弄到他们的家庭地址。我弄不到的，你能弄到？你放心，我有认识的人。那我现在，你先查查看吧，能快一点是一点。哎，一个一个查啊。啊，你不是说虽然办事效率慢，但也有用吗？我相信你，加油！喂，哎，你放心，我不会做的太过分的。学长，想吓死谁啊？你在干嘛？什么叫我在干嘛？你有看到我在干嘛吗？报告学长，没有，有没有？没有。那还不赶快走！可以点节日套餐的外卖吗？哦，有的，请问要送哪个地方啊？溪水巷23号。你好，为你送餐。莲花路安和公园7号。哇，谁送的？曲秋巷221号。不好意思，先生，不管我怎么敲门，都没人在家，我实在是送不到了。那这就给你了。啊？